喺一天嘅傍晚，喺幽靜嘅森林入面，小熊、小烏龜同小倉鼠圍住一堆篝火，興致勃勃咁等緊貓頭鷹爺爺講故事。小朋友，你哋知唔知道點解呢堆火可以燒得咁光亮呢？因為我哋執咗好多柴枝返嚟，因為我哋同心協力將佢點着。咁如果火熄咗點算呢？所以我哋就要不停加柴。如果冇柴，火就會慢慢熄滅。信仰都係一樣。如果我哋唔傳俾下一代，佢就會漸漸淡去。傳俾下一代？係啊，詩篇78篇4節話，我哋唔會對佢哋嘅子孫隱瞞，而佢要將耶和華嘅美德、能力，仲有佢奇妙嘅作為，傳講俾下一代聽。信仰就好似呢堆火，如果我哋淨係自己收藏住，佢就會變得微弱。但如果我哋將神嘅愛分享出去，特別係俾年幼嘅小朋友，佢就會一直燃燒落去，代代相傳。即係好似爸爸媽媽教我哋食飯嗰陣祈禱咁。冇錯，仲有你哋主日學老師講嘅聖經故事。每次我哋分享神嘅愛，都好似加柴入去火堆咁，等佢繼續燃燒。咁，如果我教妹妹背一節聖經，係唔係都算傳遞信仰？冇錯，你哋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將信仰傳承落去，可以一齊祈禱，可以分享耶穌嘅故事，亦可以用愛心去對待人，好似神教導我哋咁。三位小朋友靜靜咁望住跳動嘅火焰，然後小熊拎起一條細木枝，小心翼翼咁放入火堆，話：我要幫手等呢團火一直燒住。我都要。我聽日就教我妹妹背一節新嘅聖經，就係咁啦。繼續分享，繼續傳承，等信仰之火一直燃燒落去。